你那个子哈的子啊？还爱吧？不是么？还爱吧？你来还掉渣呢？快点啥吧？来年养我出来，一条当个毛房子，难是会吃老奶嘛？真经把人拐出来，我天天打那这情绪要为本。空调不开，俺们在那 F 上了烫机，你哪问你的了哈？你们奶奶哇，到日天不出后，啥辰光出后？3人都谁也开空调，难为人家发破盖。上次要看进去上个3厘米的家，上头有上个板板来哈，俺问你呀。板板是没谁是温度3微几上的，实在不来嘛，当那一大走进去风凉风凉。你看看俺不对劲，搞这个啥么子？哎呼，烫机啊，快点！热是热得嘞，你看呢？哦，暖热得嘞，真家伙呀！你这旧物是被啥也出来的，别真的大年纪中了子。开空调的哈。开空调哈，真的，养出来的困了早上那个，一点不困困着哇，啥个带的你不困啊？讲不要听。你爸来自哪边家？门的出个，谁过来公娘呢？一早上俺不会打那送一来半夜来的下午，大热天是他为啥人肯包？俺热得嘞，你看呢？俺弄上，再开空调也是这，开空调是风凉子，还是风凉子？哎，嘿个屁啊！地边走的快着啊，这个灯才会放个亲切屁。哎，这个司机上你妈的，还问你呀？俺现在谁不给了？谁不给了？你们拍着顶谁最妈妈大衣上去的好得劲，一年大要把对鸡蛋米嘛啊擦到吃到死个了。哎，发现呢，一波一线的了哈，一波火一鸡啊，这波去不在。哎，不然也可能人家谁来的这啦？谁来的啥人？谁来了？我上趟的关在那打着放动进来的，自家撑到比我深。哎，不就在发现呢？那只塔斯开背的是个垃圾桶啊，吃个来来谁了里下喂？我有只袋子啊，我错得不得了，上头是气子这样的。